旅遊會籍陷阱重重，有團體最近就收到求助，聲稱被旅遊會籍公司以不良手法銷售會籍，牽涉一共4間公司、200個受害人同600萬蚊。有受害人話呢一啲公司先係扮做問卷調查，套取佢嘅個人資料，之後再打電話俾佢，話佢中咗獎，叫佢上公司攞獎。當佢上到公司之後，身份證就被對方扣起，又經歷咗幾個鐘推銷旅遊會籍嘅疲勞轟炸，直到佢簽約為止。又 keep 起我張身份證，我到最尾簽咗約，俾晒錢先至俾翻張身份證我。即係我覺得呢種手法係有啲半禁錮嘅成分咯，又唔俾開電話。有投訴人試過用會籍喺外地 book 酒店，但係就 book 唔到，想退會但係又唔得，懷疑俾人呃。佢哋都唔會幫我 book 到任何嘅酒店，亦都唔會俾到任何嘅 service 我哋，永遠只會講嗰句就係酒店 full 咗。佢話而家已經冇再俾會費，但係就俾追數公司不斷滋擾。喺我翻工嘅時間呢，同埋係打俾我同我家姐呢，喺手提度起碼係有40至50個電話嘅。你仲有條數未找俾佢，然之後就係用一啲比較粗言嘅即係比較粗俗嘅語言嚟同我講嘢啦。然之後就同我講話，我有你個地址㗎，你再唔俾個我上門嚟揾你。我哋試過向其中一間旅遊會籍公司查詢，但係佢哋就唔肯就有關嘅投訴作出回應。負責人唔喺度，所以唔回應。有部分嘅受害人已經入稟法院，向旅遊會籍公司追討損失。法院會喺下個星期2展開聆訊。ONTV 記者布婷欣報道。